虽然即摆本土较真病例伫北部，毋过南北交通平缓，所以市长表示，南部嘛是爱带咧等，会以上顶真的态度来面对。对今仔开始，严格要求餐厅、卖场的美食区加强防疫，室内设计一定爱挂喙安，保持社交距离。之间的烦恼，过年期间春节旅游受疫情影响，市长表示，以上烦恼的颠倒是台商回来无落实防疫规定。我说真的，台商回台湾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。担心的原因当然不是这个我们还是欢迎台商回来，但是这个防疫措施有没有办法落实，有没有办法做到位？居家检疫的14天够不够？自主健康管理的7天要不要强制？这都是我们面临的严肃课题。估计这次返乡的人潮，从国外回来，从中国大陆回来，至少要突破4、5万人以上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防疫的措施、旅馆、硬体、软体够不够？重点是有没有办法落实？平常一天只有800、1000人这个回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看到有些居检的人跑出去。有时候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还跑到人潮聚集的地方。那如果是碰到大量返乡潮的话，我们尤其春节大家心里面就比较松懈。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落实这个部分？这是我们担心的。那当然，这需要中央跟地方齐心协力来做好防疫。所以我会要求，也要拜托我们台南市的这个防疫的团队不管是志愿工作人员、志工、义工，或者是我们市府同仁。都要绷紧神经，面对这波返乡潮。大家欢喜迎接过年，市长表示一定会比较较放松。不过面对这波本土较真病例，神经也是需要平甲安安。对中央到地方只要齐心，相信以台南过去防疫作为，一定会当平安度过。咱的新闻，军职郭博义采访报道。